平安，大家好。平安，大家好。好，安尼就正式开始哦。啊，大家好，平安。就是今仔阮今南生就是来遮文化论坛，要来小解阮的迄个生意伫做的事工安尼。好，明涵代表麻烦你嘿。阮今南生是迄个2024年，就是旧年正月时阵正是开始安尼。阮是迄个美国这边无出碳的迄个组织，有摕到迄个501C3，迄个就是无碳家组织的迄个政府认证安尼。好，阮即马会员都是5个，都是今仔这5个安尼。好，后一啊。好，阮今仔要介绍的，就是为金南书院的迄个理念开始。这是迄个明翰，阮的执行长，伊来讲。过来后一项，就是金南书院的迄个课程，这是阮的迄个财务长佩金，伊来主讲安尼。过来就是阮的会员玉金，伊会讲单位，阮要翕的迄个。阮要拍迄个单位纪录片的计划，过来就是金南书院，就是教材是我来讲。过来后一项就是阮有一个活动，叫做青仔卡，迄是我是金南书院即马迄个理事长迄个青仔卡迄个活动，就是阮正正的理事长委表伊来讲。过来上尾就是阮金南书院的社群媒体上尾就是一个结论。好，接落来就麻烦阮的执行长明翰来介绍阮书院的理念。好，所以咱来讲是安怎会来成立这个书院吼？就是咱若有在学习台语文，有在学白话字的人，咱拢会去读教会部，对无？迄个教会部内底，伊定定拢有文章在讲白话字偌要紧，台语偌要紧，安尼。伊就讲教世的发展，信仰的进步，拢都爱挖靠白话字。咱若是即马去看即马中路教会，比如讲阮兜隔壁就有一间，我有去行一两撮，敢有人在第一白话字？说是无，拢无人在学白话字，嘛无人会晓白话字，少人会晓白话字，甚至讲台语的人嘛愈来愈少。是安怎安尼？咱俩做讲，哇，中路教会较早教会部安尼，直直讲台语偌要紧，白话字偌要紧，到即马想要无去。因为教会的目的毋是伫推杀台语啊，毋是伫保存台语，毋是伫保存白话字啊。因个目的是要传上帝的道理。较早遐个人拢讲台语，伊需要互因捌字读圣经，所以因就是台语白话字是因要紧的项目。即摆的人无安尼啊，讲台语愈来愈少，无需要捌字，需要捌字人愈来愈少。所以对因来讲，这都毋是因上主要要做的代志，就是毋是因的目标。阮原底是伫咧台湾会馆教台语的先生，阮嘛有即款的感觉，就是台语毋是台湾会馆的目标。阮第一个就是台语的事工，要吹杀台语，要保存台语。所以阮会感觉着讲，因为对因来讲，毋是因上要紧的代志，阮需要一个组织，甲即件代志，阮想要做的代志，放伫个上要紧的所在。这就亲像，咱台湾人想要变台湾独立，就是因为台湾独立了，你才会当做家己的主人，要做啥物代志，拢是为了台湾人的利益，对无？所以咱成立这个协会了后，要做啥物代志，无需要别人同意。阮感觉这对台语有帮助，对语言发展有帮助，阮都会当去做，无需要去问别人。所以需要家己成立一个协会，专门来做台语的事工。成立了发现一个效果啊，头一个效果就是因为阮摕到501C3的身份，比如阮人收人的寄付呢，这
我看伊13，若是你无伫个美国人，你可能较无了解。我看伊13个意思就是讲，阮若趁钱免纳税金后人若是来甲阮寄付，阮迄个寄付的人，伊寄付的部分嘛免纳税金。这就是会鼓励人寄付嘛吼。另外一个就是讲，阮若是纸头无名，纸头无姓，纸尾无名，阮要叫人讲你纳钱来参加阮活动，钱入去我家己的银行口座，安尼人嘛我怪怪啊。毋过有一个协会的名义，迄个钱入来是伫个协会内底，这人较有通好信用。另外一个就是成立协会了，阮发现讲，阮5个人咧做的工，毋是一个人咧做的工的5倍，是一个人咧做的工的25倍。是安怎呢？因为你家己伫咧做的时阵，你定会拖刷啊，因为无人咧甲你管讲进度安怎。毋过有一个协会的时阵，阮都会互相去要求别人的进度。什么时阵代志做了，你就认真拍拼。去做的工变足多安尼。这就是成立协会。一开始敢若是为着讲家己会当决定做啥物代志，结果发现讲有足大的效果。是安怎会叫做经纶私院的？私院是啥物意思？私院就是补习班啦。是安怎会补习？因为阮即个台湾人在大汉的过程，无学着安怎做一个台湾人。迄个教育的系统甲你教，拢是教你安怎做一个中国人。所以即马来，咱需要有人甲你教你安怎做一个台湾人，所以需要来补习。所以阮成立一个私院，就是教你做台湾人。是安怎经纶呢？经纶这个名是安怎来？经纶就是林木生。林木生是啥物人？林木生是日本时代的教育家，就是总督府送伊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伊研究的主题是总督府伫台湾的教育政策。后来登台湾去教册嘛做甲台的文学院的院长。所以就是一个台湾人知识分子的代表伊搁伫咧教会部写足侪台语的文章。阮读伊的文章就感觉讲若是有法度像伊安尼写字讲话，毋知偌好。就是做咱的看样就是一个看样伫咧遐，阮想要做甲伊共款。所以就做咱新主牌安尼，所以就摕伊的名来做咱私院的名。林木生上好经纶，就是因兜的人是汉话地足侪，就亲像较早古早时代读册人安尼，因会家己号一个什么字号经纶就是伊的号。所以你若看阮的红仔票，就是对伊一张相片来的，就画到真亲像安尼。伊1947年的时阵，就是互中华民国掠去，就无倒转来。所以摕伊的名做咱的私院的名。除了讲伊是咱的看样掠我，另外一个就是这有一寡怨气伫内底。对，你做运动的人，袂使讲完全无怨恨，无怨恨你想做要做运动。所以这淡薄仔怨恨伫内底，嘛是做咱继续拍拼的气力安尼。好，这是阮私院的宗旨，就是阮想要达成的目标啦。我先念过，我再来解说讲是安怎会安尼想，是安怎会想要做遮个代志。好一个是鼓励台语文写作，第二个鼓励台语媒体创作，第三个发展教育训练的时间，第四个提升台湾人的族群意识，第五个培养新一代的台语文使用者。这是阮的目标。是安怎会安尼想？是安怎会想要来做遮个代志？咱讲建国则是会出头天的法度。所以台湾人拢追求独立，台湾独立嘛咱若是即马来看台湾最近发生的遮个代志，就是立法院遐个乱糟糟的代志。就有人会主张讲，紧来罢免，甲遐个毋是款的立委入关，互台湾的政治恢复前几当迄款的较正常的状况。毋过我感觉这是亲像你规康老伙打 OK 棒，还是讲感冒发烧食药即款的，就是出代志才来修理。咱事实若是徛伫预防的角度，就是若是有搁较侪台湾人
3票拢投民进党，拢为着台湾的利益来思考投票的代志。台湾政治的体制就改善啊，都无需要有即款规康老伙再来大学开放，敢无法度再来食药啊即款代志啊。所以，迄确实较久长的做法。啊，上久长的做法是啥？就是甲中华民国的体制规个摕掉，咱独立建国。比如讲，你若是搁徛伫中华民国迄边，你就是无法度参加联合国，无可能参加联合国。啊，台湾就永远是即个世界的二等的公民，这是毋对的状况啊。所以独立建国才是上久长的。所摆要独立建国，都爱有台湾人，安怎才是台湾人？安怎才是合作一个台湾人？我讲台湾人都是爱讲台语，无讲唔讲台语的，变成是台湾人；唔讲日本话，变成是日本人；唔讲法国话，变成是法国人。所以唔讲台湾台语的，现在也是台湾人，唔是台湾人，爱讲台语。迄落爱了解台湾的历史甲文化，爱捌字，捌字这是最要紧的代志。你若唔捌字，你逐工看到的都是中国字，都是中国话，你渐渐就变做中国人。所以你捌台语的字，你逐工去读去看的，都会是台语，你就是有关做一个台湾人。所以我感觉做台湾人爱有这3个重点。要安怎会变做台湾人？首先需要一个觉醒的过程。咱来看陈玉生迄演的，比如讲30年代、40年代出世的迄演的人，就是因无需要觉醒，因出世就是台湾人，因大汉了就是台湾人。是安怎？因为中华民国的国家机器，一个因大汉过程还未开始放，所以因会做一个台湾人来大汉。到我这演的中华民国国家机器已经足有效率，所以阮大汉的过程就是互人训练做一个中国人。你若无一个觉醒的过程，知影讲较早我去互人教做中国人啊，你就是无法度甲迄个中华民国灌互你的物件单调，翻头顶头先来做一个台湾人，所以爱觉醒。要安怎才会觉醒？要安怎才会觉醒？咱来看一个状况，就比如讲，你摕到你有一粒uranium的原子，你甲放伫遐，伊家己就放摆去，就放一粒 neutron 出来，就变做别款的原子，对吧？这时间到伊家己会变。要安怎互伊变较紧？就是你要摕 neutron 甲伊弹落，伊就家己的伊就加速迄个过程啊。是讲你伫伊边仔放足侪 uranium，若放有影足侪啊，伊就速度变足紧，就爆炸，变做原子弹。台湾人嘛是安尼啊，你一个台湾人放伫遐，伊时间到，伊就家己爆一声，就变做台湾人。要安怎互伊较紧变做台湾人？就是你伫伊身躯边拢放一大堆已经觉醒的台湾人，伊觉醒的速度就变紧。所以甲台湾人放做伙，会互台湾人觉醒的速度变紧。我比讲，较早，咱在做台湾独立运动的时阵，确实是一个摆卡的台湾独立运动。是安怎？这句话是陈玉生讲的啦，是安怎？就是政治甲文化这两支骹，你要同齐去拍拼。咱早前主流的台湾独立运动的成败，拢敢若拍拼政治迄个方面，无去拍拼语言文化迄方面。是安怎安尼？因为因无需要觉醒，对因来讲，语言文化就是因人的人生的一部分，因生活的一部分，因无需要去为了这方面来拍拼。但是因看到讲台湾就是欠缺民主自由，所以因为迄方面去拍拼。不过伊无想到讲到因的囝儿迄样的，对我这样的，就是已经毋是台湾人啊，需要一个觉醒的过程来变做台湾人。所以无迄个语言甲文化迄方面的工课，你就是袂变做台湾人因为因的后一言台湾人变遐尼少，所以会认同因的拍拼物件来做台湾独立运动的人嘛变少，所以你看到有影做台湾独立运动的人变少，在做中华民国独立运动的人变多，是安怎安尼？就是因为无台湾人，
想要无台湾人，因为无人去做台语运动。啊，毋是讲完全无人咧做，有人咧做，毋过迄个毋是主流，啊，个真少人知。啊，咱若是想要知影讲咱台语运动的一寡历史，咱论坛进前定定咧讲，去看迄个录影，就是倒转找是看会到的。较等下就真济嘛会讲即个部分，所以我即卖上这方面卖讲伤济。所以翻头倒转来看咱的宗旨是安怎，阮要做遮个代志。咱想讲。明仔载台湾都伫建国啦，会发生什么状况？你会发现讲内底所有的人拢是青面具，拢是台语的青面具，台文的青面具。你敢有看过倒一个现代国家内底的人拢是青面具？这个国家变哪会兴旺？所以咱爱为着独立建国来做准备，就是爱互内底的人真侪拢是捌字的。所以阮咧鼓励台语文写作，想要鼓励台语文写作，因为大心是爱鼓励人捌字啦，毋过你捌字了后无物件通读啊，捌字有啥物路用？所以阮鼓励大家写足侪物件，互捌字的人拢来读，读的内容都是台湾的历史文化，对吧？关系台湾的物件，安尼互大家三甲来做台湾人，所以鼓励台语文写作。第二个讲要鼓励台语媒体创作是安怎？就是你还未捌字进前，袂晓读。先互你用听的，袂晓写，先叫你用讲的，安尼就是做一寡比如影片啊、歌曲啊，即款媒体，保持即个台语，个有人咧使用的即个状况，莫互伊死去。第三个讲发展教育训练的时间，若是敢若阮5个人去催促遮个物件，迄个人伤少，阮问讲，阮来教。一群人会当变做先生去教搁较侪人，安尼就是 exponential 在传，安尼才会紧。所以爱来做教育训练的时间，互阮身躯边的人拢变做先生。第四个讲提升台湾人的族群意识，是安怎样？就拄则讲，你甲一群台湾人囥做伙，也无够，台湾味也无够重的人，因就会去为着台湾献。就变做台湾人。第五个，培养新一代的台语文使用者，是安怎要做这个代志？较早郑南榕讲一句话，讲国内就是恁的代志啊。共款，阮的先辈安尼拍拼台语文运动，啥物来继承因的拍拼的工？阮都有听到郑南榕迄句话，国内就是阮的代志啊。所以阮即马担起来做。等阮食老的时阵。阮要去找什么人讲，国内就是恁的代志啊！即马看是无遮个人，所以阮爱开始培养一群人，互阮食老的时阵会当讲，国内就是恁的代志啊！所以这就是阮事院想要做的目标。具体来讲，第一期的目标，什么叫第一期的目标？就是有做有保庇，做的就看到效果的，就看到第一期的目标。阮想要。打造讲台语的环境，安怎会当打造讲台语的环境？就是有搁较侪人会晓讲台语，所以阮教人讲台语，互人有机会讲台语，就甲伊招出来外口，大家见面，大家会当互相讲台语，打造讲台语的环境，这是有做到的，就会成功的代志嘛，第二就是趁钱，因为你要有钱才通做代志，所以阮需要保持事院内底是有钱会当开的，中期的目标，什么叫中期的目标？就是心心念念要去做，毋过爱长期来拍拼，才会当成功的，对，头一个讲要扫除青面具，扫除毋是讲杀死，甲青面具讲杀死，是讲甲这青面具教互伊晓捌字，伊就毋是青面具啊。是安怎要扫除青面具？就拄则讲的，咱建国了后，若拢是青面具，这个国家变怎会成功？第二个就是，互大家去掌握文字的功夫会当进步，安尼咱写出来物件品质才会悬。遐毋是青面具的人，伫咧阮的身躯边，才读到品质悬的物件。较长期的目标，长期的目标，什么叫长期的目标？就是想要做，毋过现实看起来做袂到，毋过想要往迄个方向去拍拼。
或者长期的目标。长期目标是啥？就是台语写办方面来升入台语的大学。是安怎咧？因为你伫大学内底，因所做的研究就是人的财阀甲唔财阀的交界，去做突破，互咱的财阀变搁较侪。阮望讲，台语是会当来做一款研究的基石，唔管是虾米款的主题，咱来去利用台语，来互人类的知识变搁较侪，这是阮长期的目标。所以，咱来看，咱事实是台湾独立运动的组织，警察阮咧做的是进前无人咧做的迄支卡，安尼。好，以上过来就请佩珍姐来小解咱金南书院事工的一部分，就是上课。好，多谢明翰，大家敢听得到我的声？有。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佩珍。今仔日我要来小解咱金兰书院的台语课程。切我的投影片。好从头尾按2017年开始讲。迄时阵有两个台美人的少年家，叫做 Dennis Wu 甲Conrad Schimba。因两个一个较贤讲台语，一个较贤读写台语。因做阵成立一个叫 San Jose Taiwanese Language Meetup Group。因三不五时会办台语课音乐比开讲一寡台语活动。2018年的时阵，明翰就开始参加因的活动，而且鼓励因办读册会。时间来到2019年的秋天，迄时阵，阮兜的囡仔已经伫北加州台湾会馆的台湾学校上囡仔的台语课甲其他课程已经几啊年我拄好开始咧学校做义工。有一摆我无去中伫网络顶头嘛是去找到即个San Jose Taiwanese Language Meetup Group， 有走去参加因的读册会，所以甲熟悉了明翰Dennis 甲 Conrad。甲因熟悉以后，听因讲有时阵因会借无场所办活动，因为因拢是甲图书馆借场所。无世界无共款的图书馆安尼走来走去，所以迄时我想讲，会使甲因牵线去台湾会馆借所在，所以迄时阵因伫台湾会馆试办了几摆的活动，但是阁无偌久，2020的时阵，中国肺炎爆发，阮台湾会馆就关起来，台湾学校就甲课程拢刷去线顶。伫2020年的秋天的时阵，阮台湾学校头一摆开大人的台语课程。因为古早台湾学校就头起升2004年开始的时阵，因都是拢有囡仔的台语课，但是无大人的台语课。所以2020年秋天的时阵，我第一摆在线顶开台湾的台语课是我由我即个半路出师的先生带差不多15个左右的学生。本来想讲来的学生应该拢是台湾大汉，毋过台语无练转的人。结果竟然有一寡第二代的台美人要来学台语。过来，迄是第一个学期差15个人学生。过来2021年的春天，大人。迄时阵，春天迄期，大人甲囡仔的线顶的台语课报名的人拢超过30-40个。人济甲我惊甲紧去甲囡仔课的先生嘛，紧斗找足够。我的大人课程嘛，紧照学生的程度分初级开讲甲捌字3组紧去请明翰甲另外几个朋友来斗教。自迄时到大，学生的人数逐学期拢袂少，课程嘛按学生的程度甲需求愈开愈济安尼。
过来时间来到2024年正月，顶摆拄啊有介绍到，就是阮竟然属于伫旧年的正月成立，即马甲台湾学校继续合作，继续推广台语安尼。所以这是算咱的竟然属于头尾，按一个生活在台湾的 Meetup Group 开始台湾学校、台湾会馆、台湾学校甲来竟然属于。这是即几年来阮学生人数，是在台湾学校办的学生人数，你会当看到自2020年来，不管是大人囡仔，一直拢有真侪人要来学台语，这是真好的现象，表示伫海外有袂少学习台语的需求，安尼。这是阮目前有提供的课程，大人囡仔线顶实体拢有。读册会按即学期开始刷伫到竟南书院来办，其他的课程除了一节，其他拢是书院的先生来教。过来这就是阮台湾学校学生的组成。真注意的一点就是，敢若差不多，这是量记录啦，差不多30%左右是第一代的移民。差不多65%是第二代的，甚至第三代的囡仔，台美人。剩的差不多5%是其他族群，有的是比如翁某青人是台湾人，有的是对台湾还是亚洲文化有兴趣的，还是讲有的是介意学合适讲各种语言的人安尼。所以阮的学生其实算真多元。所来，即几年来，阮伫海外推广台语有一寡成就。来甲大家报告一下呢。第一个就是建立畅水式的合适环境。像阮的大人囡仔主食学台语，台语开讲、台语捌字班、捌字课，甲台语读册会，拢是尽量用畅水式的合适环境。互大家来学习。过来，阮互学生会当有能力，会当读甲写台语。像阮初级的台语，就是按基础开始教，安怎发音安怎读安怎写，安怎现字典。台语捌字课甲台语的读册会，即2节拢是咧推广读甲写白话字。上尾就是阮伫甚至是阮伫因为阮伫线顶大部分的课，除了主食迄种是实体，但是大部分的课拢是线顶的教学，还有会使互学生伫全世界世界拢无问题，无限定讲一定要伫加州才会使参加安尼。我遮有一个短影片，互大家小看者。阮的几年前的做学生，因看一段细段的，大家为虾米要学台语？我的名是 Lisa， 我的台湾名是印山。我伫美国生，但是我先讲的话是台语。我差不多会5岁，搬来美国，迄个是阵啊，我无讲台语。我较大汉的是阵啊，我带我翁。就是美国，我带伊去台湾，伊就说对台湾人，我听台语，我嘛开始讲台语，互我的心动足欢喜。我会记得我是台湾人。我想要学台语，因为我的阿嬷一个台湾，我的阿嬷会欢喜。我决定学台语，是因为我的母语是台湾的特色。不管你有好多客家，也是原住民的协同，咱一定有武器，也会使传好后代。语言是敢若熟悉的共款。会当开咱的过去，也佫会当开新的过去，因为咱的母语甲台湾文化推广。I've always wanted to learn Taiwanese to feel closer to my family's culture, and I think that this is a really great opportunity to practice in a fun environment. So I'm very grateful for Taiwan School. Thank you. My name is Sean. 我學台語是學台語就歡喜。Learning Chinese also means that I will be able to talk with my grandparents, and they only can speak Chinese. 我學台語，因為我想要保存台灣的語言甲文化。我愛台灣的文化，台灣人就好。我愛講台語，台語就好聽。
一段短短啊，其实阮的规个影片有敢若十分钟的影片安尼。啊，像阮的学生有足济人上尾迄个是其实是我会记伊敢是马来西亚的人，阮学生嘛美国啊、加拿大、澳洲啊、英国、德国拢有人来上安尼。我的名是好，啊，过来拄亲手啊，但是阮嘛有毋过阮嘛有拄着足济挑战，比如讲动机甲认同，阮观察到虽然阮学生袂少，但是大部分的人学生毋是大部分台湾人足济拢无动机学台语，因为事实是讲事实是台语无好用，即个现象是为台湾开始，因为华语伫台湾所有的生活中的物件，不管是政府、教育、媒体来讲，拢是强势。啊，袂晓讲台语伫台湾其实无啥物大的影响，嘛会使做总统，但是你也袂晓讲华语，你袂当去学校，这是真正是真悲哀的代志。啊，台语差不多是即嘛是剩认同啊、文化甲政治即三个甲有会用到甲有内容安尼啊，所谓爱第一认同的人甲有想要学台语，这就是台美人，尤其是第二代的需求。阮观察到的嘛是因为因对认同的问题比台湾的人，比台湾较侪的人较第一，因较有这较有认同意识的人，就较有动机学台语。对，这是挑战，我爱有大家动机或者认同甲动机。啊，我嘛拄着一项问题，是对足侪人来讲，台语毋是因的第一，已经毋是第一语言啊。真侪人大汉了后，才想要学台语啊，学会细汉时无学较好诶，安尼个台语无学较好诶。啊，毋过讲即阵人会继续倒来大部分即阵人会继续倒来厝内维持华语诶环境，对囡仔讲华语做因诶第一个语言，所以这是算对啊，变讲甲台语当做第二个语言来学，已经是慢一步啊。啊，这解决的方案就是讲，爱甲台语当做第一语言，甲囡仔讲。人讲语言有两个上好的，学语言有两个上好的时间。第一，就是出世迄天开始；啊，第二好的时间就是今仔日开始。所以希望大家会使有这个想法，安尼开始做除了甲囡仔讲台语，另外介重要就是台语的读甲写嘛。有一个普遍的历史，就是讲台语无字。其实台湾有历史历史久长的文字系统，是白话字甲台湾汉字。佫有亲像教会公布、歌仔册这种丰富的历史文献。现代嘛有真侪作者继续在创作新的内容。但是，所以是台语毋是无字的，毋过足侪人是安尼感觉但是无书写系统的口语语言注定会消失，因为无正式甲学界使用空间，无假使互人家己会使学习，所以阮思念当然讲有一天台语嘛会使是咱的嘛会使是咱日常生活文学科学拢会使自然使用的语言。像2003年的时阵，诺贝尔文学奖的得奖者John Fosse， 伊就是使用这个我袂记这Numerous 这个语言写作，这个语言是挪威一个敢若差不多50万的使用者的文字系统所以但是伊嘛会使用这
少数语言的文字系统写作，啊，佮摕到诺贝尔文学奖，所以阮望讲台湾会当为即种社会感觉台湾无字即个现象，会再到会使采用出一个使用台语文嘛会使得到诺贝尔奖的人，是阮的愿望，安尼。啊，刷落来咧，拄啊，冰汉嘛有我讲到即寡，我是阮要做的事工，以课程的即部分来讲，阮今年属于继续做台语课程的教学，办台语活动，互更较侪人会当读写台语，阮的目的是伫海外保存台语甲台湾传统，增加台湾认同。希望这个过程当中会当影响到伫台湾国内的人，愈有台湾认同的人愈会愿意来做台语的事工安尼。拄啊讲到认同的问题较有动机。另外是近期属于近期的目标是准备要生。希望准备生第二本的英语，准备开始生第二本的英语，互囡仔，互英语囡仔的台语课本。阮第一本进前一阵仔已经出版啦，小等等小解互大家，安尼。我今仔日的报告到这，感谢。过来是玉金姊来小解。阮纪录片。好，大家平安，我是玉金。即摆我来切换我的画面。好，我即部分要甲大家报告的是，咱金南书院即摆应该是上大吼、上开时间佮上开钱的计划吼，是陈雷先生的纪录片即个计划。好。是安怎要做即个纪录片？佫是安怎是经陈雷先做主角？我这边会简单甲大家小解陈雷是啥物人纪录片的目的是啥？好，咱先来了解陈雷。陈雷先是咱台湾文学最要紧的作家，伊嘛是台语文运动灵魂人物所以咱先来了解伊作家的即个部分。咱即马看到的是陈雷先的作品。杜秋明顶悬这本《别家村》是陈雷先头一部长篇小说，伊是咧写28的故事，28甲后来的3月大屠杀。陈雷先咧写这个故事的时阵，伊用中国话写内底内容，毋过伊对话的所在，伊想要用台语来写。迄个时阵伊还袂晓写台语文，伊就用伊家己的法度写，写了伊就感觉咱台湾人的故事要用中国话来写是真无妥当。伊就为迄阵起，就找先生找教材，学读写白话字，就安尼，咱后来看到遮尔侪丰富的作品，一定爱推荐互大家读的，就是咱郑秀平顶悬这本《乡事补记》。《乡事补记》是海内外的读册会定定拢会读到这本册，伊咧讲台湾人找找认同的故事。这个台湾人，敢是？即马咱咧讲的，就是真济咱咧讲台湾历史的时阵，会用汉人的即个史观敢是汉人？即个问题留互大家去读去读迄个乡事补记的时阵，大家就知影这是咧讲就是台湾人找找认同的故事陈雷先互人学到做是天生的作家，伊嘛互人学到是短篇小说之王台湾的 O. Henry。咱来看下骹。杜秋平下骹这5本就是陈雷先的5本短篇小说集，有阿春无做、无情城市、贵人阿嬷、红牡丹、保石薰。我这边就抓4趴的故事4个故事内底4趴来分大家看。咱头一篇来看贵人阿嬷，贵人就是台南贵人这个所在贵人阿嬷，伊讲阿嬷上到煮食，凡是田庄人做的，炊粿、豉粿啊。拍笋干，伊拢会晓，特别是伊做的高丁粿草仔粿，上介好食。毋过伊爱做毋爱食，做好就分互人去。
佫较只好甲阮讲，阿嬷爱人保。阮看到伊就甲学，阿嬷你的粿足好食，阿嬷你的孙仔上介册，伊就摕足济互阮讲，阿嬷抛个笋干，放较久嘛要洗。好，咱读这边看到啥？是毋是大家读这个文字的时阵，就会想到家己的阿嬷，对无？嘿，这就是陈瑞生作品的一个特色，伊用亲切的语言来写台湾人的人情世故，这是第一。啊，第二个，咱对这篇会当看到陈瑞生小说内底一个主题，就是就是讲台湾人的人情世故，另外一个就是伊会当用白话字来记录咱的腔口，咱看到就是归仁这个所在有一个特殊的腔口，伊切这个音会讲西，所摆就是伊内底有一句话讲，你的孙仔上介册，孙仔安尼甲伊讲，伊就讲哦，阿嬷拍个笋干，放较久啊要洗安尼，嘿，所摆伫陈瑞生的作品内底嘛有这个特色，就是伊会甲逐所在的腔口有啥物特色，拢甲记录落来，这是一个。咱过来看后一篇，这篇刊头叫做《飞车女》。啥物是飞车？咱同齐来读。伊讲，伊一句话讲袂了，一句话讲袂了。雄迄只 BMW 钱过来伊头前，灵山想要闪，煞互骨气，出节冲位路边出去，人挂车连续冰2-3日，对总对电火条，只做2节，煞咧有听人话走。一声炸弹大爆炸，一束大火挂乌烟，窜到电火条遐悬，乌倒摆着火烧起来。好，咱读这边就知影讲，原来内底这个飞车其实要讲的就是驾车这件代志。伫这篇小说内面，其实陈瑞生毋是用驾车这个字，伊是用拼车。是安怎咧？咱读陈瑞生的作品，其实会当看到一个特色，就是伊其实真早就出国，差不多1960年代，伊就出来到美国、加拿大、英国这逐所在就是伊来留学。台语是伊的母语，是伊的第一个语言，所摆伊来到国外，把这个语言保存落来，后来听到这个新的事物的时阵，也是讲后来伊听到台湾这个新闻事件有人就是迄阵讲驾车就是驾车结果就是出代志伊就用伊对台语的知识来为这新的事物，也是讲新的代志来号名所摆伫这篇是一个其中一个例陈瑞生的小说内底也佫有真侪例所摆伊的文字有这款的特色这篇咱佫会当看到另外一个，就是陈瑞生写作有一个足大的主题，咱拄则看到的是写台湾的人情世故，这篇看到的是写台湾的社会现实这嘛是陈瑞生创作的一个大主题。好，咱佫来读后壁这篇叫做《火锅婆》。好，大家想到看到火锅婆就会想到台湾的这个囡仔故，对无？好咱来看下头一趴伊安怎写。这个故事，这是这个故事的头一趴。伊讲美国加州南部这个所在气候热，佫定定有地动，所以台湾人来遮住拢会惯死。Los Angeles 本地免讲，伫四围附近，亲像尔外这个所在。就真侪台湾来的移民伫遐做生意食头路，这敢是真趣味咱看到陈瑞生伊写作毋那是写台湾的代志咱即马看到的这个舞台是美国加州我相信咱论坛即马有真侪北美的朋友拢知影讲有影Los Angeles 这个所在尤其是尔外有真侪台湾移民是安怎这个故事？火锅婆呢？毋知影这个火锅婆，这个现代火锅婆，伫美国南加州咧创啥？这个部分嘛，留互大家去读陈瑞生的小说了后，再来，阮经南书院诶买奖也甲咱报讲你读这篇了后，看到啥物是火锅婆有啥物想法？这是第3篇。过来，咱来看我拣出来的第4篇。这篇刊头叫做《The Unspeakable》。咱若是要经台湾的历史事件，要讲一件代志，你感觉是 unspeakable 的，
是啥物代志？就是咱即马2月吼，就是即个故事就是要写28后来的3月大屠杀。吼，咱来看陈瑞生安怎写。伊讲，伊雄雄出来双手甲我掠咧，雄啊，这代志你毋通讲，绝对袂使讲互人知，你知影无？伊目睭铁遮大蕊，哪像要命令我，袂使讲，袂使讲，搁哪像要吼出来，在请求我，毋通讲，你毋通讲，啊，毋通讲，毋通讲，陈仁先生做啥物歹代志，是安怎毋通讲？伊互人枪杀害死，是安怎毋通讲？好，这是其中一篇陈瑞生写28的代志。好，咱这个故事内底，熊啊是一个囡仔，伊要去找这个陈仁先生，去找陈仁先生的路呢，就看到伊互中国兵枪杀。伊熊啊倒转去甲因老母报这件代志，因老母就甲讲，你袂当讲，袂使讲，绝对袂使讲。好，咱要讨论这篇，吼，有真侪角度来讨论。其中一个就是，咱看到陈瑞生，吼，做一个台湾文学的作家，其实要写台湾历史的创伤是真自然的责任，吼。咱伫这篇内底，吼，看到的就是陈瑞生希望讲这个 unspeakable， 这个袂当讲的，会当变做是会当讲的，变做是人人会记得的，正港的转型正义，吼，好。甲台湾的历史有关系，吼，28事件、3月大屠杀，甲后来白色恐怖，吼，这部分嘛是陈瑞生小说内底一个足要紧，吼，嘛是一个内底一个大主题，吼。今仔日敢若会当，互大家小可影一个了解陈瑞生的作品，大概有遮的特色，吼。去年9月时阵，我嘛捌伫咱的世界台湾文化论坛有做一摆演讲，迄摆就有较详细分帖陈瑞生的作品，吼，迄摆的主题叫做“你就是陈瑞，行入去台湾人的文学宇宙”，吼，这篇这个正手边这个 QR code， 吼，大家若是用手机翕一个，就会带大家去迄摆的迄个论坛 YouTube， 吼，内底就有讲到陈瑞生的作品，吼，安怎分帖我迄阵有讲，其中有4个大特色，吼，咱即摆会使来看一个。第一就是正简明的文字铺排复杂的故事，吼。第二，顾清澈的故事，讲沉重的历史。第三，写历史事实，嘛写社会现实。第四，题材多元，分看台语文的境界。好，其实咱拄则就看这4篇、这4趴，就会当看到这4个大特色，对无？好这个遮尔要紧的作家，伊是谁咧？哈，就是这个跳甲足古锥的老先生哈。陈瑞生1939年出世，台南麻豆人，海内外读册会拢会读伊的作品。伊用专业的台文写台湾人走出认同的喜乐加目屎。哈，伊毋那是一个作家，伊嘛是1990年代海外台语文运动的先行者。好，咱若要讲1990年代的台语文运动，一定要讲到一份杂志，大家敢知影是啥物杂志？好，就是台湾通信。嘿，台湾通信是1991年7月时阵创刊，伫南加州创刊，啥人创刊？啥人主办的？嘿，就是咱论坛主办人陈良光先生。哈，良光兄，因迄阵就是嘛是甲金兰书院共款，哈，就是应该讲金兰书院甲因共款，哈，就是头起先有台文班，后来因就感觉吼，若是有一个会当互大家练习写台文的所在，哈，一个刊物，敢毋是真好，哈，敢毋是真要紧，继续甲这个语言文化传传落去咱的后一言安尼，好所摆就有这个台湾通信这个杂志。台湾通信1991年创刊，2012年的时阵刷转去台湾，哈，转去台湾就是甲迄个时阵台湾有台湾网报合刊，哈，变作是另外一份杂志，是即马咱看到的，就是台湾通信网报，哈。咱倒转来讲，台湾通信伫北美编辑的这20档内底，20档内底，其中有12档，足有12档的时间，拢是伫 Toronto
加拿大头浪头这个所在做编辑，吼，咱知影讲要维持一个刊物的性命是真无简单，吼，你爱有稿，爱题材多元，吼，读者会感觉有趣味，吼，等，这拢是足无简单的代志。头浪头这个所在，就是因为有一阵足艰辛做台语文书工的先进，吼，因会当有这个组织，就是因为背后有陈瑞生在推动，吼，所谓陈瑞生是头浪头台语文运动，吼，换这个台文通讯书工的一个灵魂人物，嘛是台语文运动真要紧的灵魂人物，所谓咱甲这件代志甲拄则讲的，吼，做一个连结，就是讲，台独运动甲台语文运动，吼，即马敢若拢咱伫，比如讲，咱就是因为咱还未建国，所以伫咱的历史内底，咱未读到台独运动的历史，伫咱的课本内底读袂到台湾的作品，吼，这就是就是毋是主流。即马拢毋是主流，吼，所以拢爱家己去学，家己去学习，才有机会接触到遮个历史、遮个代志，吼。所以就感觉袂当安尼，嘿，所以咱一定爱甲遮个过去代志拢记录落来。所以旧年10月时阵有先去托朗托有去做头一摆的记录，吼。咱即个纪录片的计划是甲台湾这边的台湾博览会合作，吼。这边就放一个短短影片，互大家小可影一个，还未整理过吼，就是小可互大家了解这个计划在做啥。吼，咱即马同齐来看这段影片。平安，无犯见吼，有找有路安尼。嘿，你甜甜哈，我甜甜嘿，你玉健，我是玉健，你冰汉，我是甜甜。好，咱来去哈。咱今仔日搁继续顶一场，咱有讲到作品，搁有创作这部分的一寡问题。这个公论部因为迄是台独联盟的机关部啦，所以算作讲台湾意识较有嘛。所以我想，若有可能是因是会有可能会接受，是安尼。不过伫看新的作品进前，因嘛毋捌看，毋捌台文的。嘿，我毋捌讲看到因有看台文才投，我印象是安尼啦。所以我捌讲过讲咱台湾文学还是台湾话，要话甲字一致，吼，一定都爱拍开即个汉字的界限，吼咱台湾语文自古以来上困难就是即个汉字的界限，哦，你来看日本时代，台湾作家咧讨论用字的时阵，嘛是拢汉字的问题，都较细科啊，细科啊，细科。所以我讲汉罗会当吼变做一个较普遍的写法，像真的写法吼，迄是一个大的突破啦，吼，算做咱头一个阶站的即个成就啦，吼我感觉台湾通讯伫即方面贡献足大，吼，虽然汉罗的讲法是王玉德60年代就有提倡，吼迄个70年、80年代第2位有嘛是推测即个，阁有实践，伊有出版册，用汉罗出版册，但是真正生根出来伫普遍化是台湾通讯，甲台湾通讯联谊会啦，吼，即社会运动合起来。这是一个足大的突破，但是咱搁过来就是爱搁突破即个空格，爱甲拍互搁较开咧。上好是即个汉字拢甲拄掉。这副我拍，这副我拍。哎呦，爱客气哦。我要退哦，我无惊。大家平安。
平安。感谢大家今仔日破工来坐踮遮，咱搁上一摆台文班。我是玉金，我对美国的印第安纳过来。阮是打到台语文促进协会，甲美国这边的金南书院要同齐来拍一个纪录片，记录咱土朗土这边台语文运动的历史，甲陈瑞生个人伫台语文运动的拍拼。这是我的团队，是边汉甲丁丁，因两位。欢迎。对北加州过来的，嘿，咱即摆就是。照以前迄个方法吼，大先咱要来留咱的字母啦吼，差2分钟啦，过来1分钟、2分钟都会使吼，过来咱换时就爱读文章吼，过来读了就爱考试吼，大家较认真嘞，大家较认真，了就有点心啦，所以免紧张。这白话字实在足好用啦，咱若要做咱的武器吼，保护台湾武器，哪强足好用。对，你毋免搁找新的字，你就照古早咱这个白话字上早起的白话字，安尼用着人已经用100外冬拢无问题啊。吼，等到你来咧到老热的时阵才出问题，吼，迄就是因的目的啦。因上惊咱白话字会传去，足好用的。因为我捌听人讲，宋楚瑜做，宋楚瑜咧竞选的时阵要学台湾话嘛，有人去甲教，叫人去甲教，吼，即个教人用白话字甲教，伊学咧，伊讲即套袂使用者。去收伊啊？伊谁知影？早晚一定，你若讲要建国、独立建国，这一定爱有的。吼，咱台湾足不幸啊！咱台湾过去50-60冬像益世咱遮拍拼吼，拍拼，咱争取着民主，争取着这个自由。嘿，但是咱这个过程的中间吼，咱失去咱的语言啦。哦，甲古早北部族因失去因的语言相像啦。咱失去嘛，所以即摆台湾国内才袂安定，就是安尼。因为逐个思想拢中国话嘛，你来建读、建写拢中国人的物件嘛，所以你迄放袂去，甲中国的概念转袂去啦。所以语言其实甲独立就有关系，毋是无关系。好，安尼。我这部分就先到这，咱接续是金南书院的要讲课本的这个部分，咱邀请丁丁。好，来就等我吃过去。多谢各位。带落来就是我要来小解这本课本，作者本人来介绍者安尼。头起先就是这个课本是要互写人用的，写课本的时阵，就是着爱注意啥物代志，搁有这本就是内底到底是咧写啥物件，搁有就是这本课本其实后壁有足侪人伫吹散，是倒一寡人安尼。好，这本课本主要是写互第一讲英语的，第二完全袂晓台语，第三囡仔安尼。所以就是伊的内容都是白话字甲英语，为足基础、足简单，就是代志开始教你啊、我啊、伊啊，是安怎，小解家己的名小解家己平常时咧介意做的代志等等安尼，从简单的代志开始教。写课本的时阵要注意啥物代志，因为甲即件代志甲大家分享，想讲就是大家若有兴趣，会使来斗阵创作搁较侪台语的内容安尼。我迄阵在写的时阵，就是先教一寡我想要教的要点，
就是整理出来安尼，所以就是等者就会看到就是即寡课本是咧讲啥物主题，啊，第二就是逐课就是逐课的主题，我会想一寡对话去引出出，就是会使讨论，会使讲即个主题的一寡对话。第三就是逐课尽量莫超过7个新的词。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理论，就是我后来过去查一个，就是即个 The Magic Number 安尼，就是人第一期的记忆就是一摆，上济就是记差不多7个物件，就是无就是加2个，无就是减2个安尼。即马敢若有就是较新的理论，敢若是讲其实人的第一期记忆就是其实敢若会当记就是4组物件尔啦。啊，毋过就是因为当初我是先看到即个理论，我就而且就是一课内底迄个新的事嘛无可能就是敢若4个，所以我就坚持即个数字，就是尽量莫一摆加伤济，互囡仔无用的记录。过来就是课就是基本，逐课内底拢有一个基本的对话，基本的对话学起来了后，就是课本内底会加一寡新的词啊，甲即个对话有关系的词，互因会当落入去迄个对话内底来做一寡练习。啊，第5点就是头前有教过迄寡词甲句，后壁3不5时爱摕起来小可留者安尼，就是互囡仔有法度加练几摆啊，就是对即寡句甲词愈来愈熟悉安尼。啊，毋过即点就歹做诶，所以尽量尔。过来第2点就是因为是互囡仔用诶，所以就是我毋是一开始就甲所有诶辅音啊。佫有啥物声调啊啥，一摆教了。我逐课诶后壁有简单介绍一寡，就是辅音啊，甲伊就是分去逐课内底，一摆学一点点嘛，安尼。好，基本内底是咧讲啥？这就是册批先做安尼，内底是先做安尼。第1课到第3课就是我开始学，所以就是介绍家己的名，啊问别人的名，我、你啊、伊啊，即寡代名词安尼。第2课就是厝内的人，因为即马的家庭就是一般人数袂讲伤济，所以就是会使先来学较细数字7加6安尼。练习厝内的人会称呼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兄弟姊妹安尼，学阮、恁甲因。过来第3课就是学小可较大的数字，是第学今年几岁，所以就是差不多7到12。知影讲，而且因为到11、12，囡仔会看到讲，家己数字写起来共款，毋过读起来无啥共款，所以就是伫即个所在嘛会小可介绍讲，家己内底其实数字有2种读法安尼。嘛会晓即课嘛要教因讲，你会使用你咧安尼来问问题，我安怎你咧。好，第6课，是为咱即班开始，头前有学过阮，即边学咱，而且都是就讲，阮甲咱有啥物无共因为一班内底学生的小可较济，所以即边就是佫较大一寡的数字，为13到32。练习咱即班因迄班佫有查某安尼。第5课，我的物件就是头前学过的阮，即边就是学我的，互因知影讲，本是用啥物所在，我的是用伫啥物所在，佫有分类词，就是一本册、一支笔，即款物件。过来就是爱练习勇敢来问问题，尤其是我美国可能无即个问题，
就伫台湾人，就是迄个感已经无去啊，拢就是问别人问题，拢是啥物嘛安尼，所以就是即个干啊家己捡转来用。佮有第六课是有食啥物，就是伫讲过去，学讲过去的代志。我早起有食糜啊，我早起有啉牛奶，迄寡代志啊，就是嘛顺续学一寡食物安怎讲，鱼啊、肉啊、果子啊、青菜安尼。好，第7课到第9课是伫学，头拄仔学过去的代志啊。第7课就是学讲未来的代志，我要做啥物代志安尼啊，顺续甲一寡活动的，讲我要去拍，第做生意。头前这边就是有学讲早起啊、中昼、暗时，昨明仔载啊，这边就是咧学安怎讲日子，几月初几安尼。好啊，练习安怎问就是别人啥物时间要做啥物代志，还是讲明仔载要安怎，还是讲你当时要安怎。练习来问一寡甲时间有关系的问题，知影讲尾甲下有啥物无共。第9课就是目耳目喙安尼，学耳目喙的讲法啊，学迄个形容一个物件，就是啊，即个目睭真水，耳仔真古锥，像即种啊，形容你看到的物件安尼。好。第10课到第12课，学身体，头拄仔头顶头的物件已经学过啊，即摆来学迄个身体无共款的所在的讲法啊，因为是教囡仔的，嘛教因讲，你若是受伤，倒位受伤，安怎甲大人讲，我倒位摕着老火，还是讲我跋倒弄着物件乌青，这是即课内底会教的。啊，过来第11课就是身体的感觉，比如讲就是啥物物件看起来红记记，闻起来芳芳芳，食起来个甜安尼，啊摸起来甜苦苦，还是摸起来软软，等等的感觉。上尾一课就是咧教因方向，倒手边啊，架手边啊，夹就是我夹即个物件刷去倒位安尼。即课嘛有练习，就是好无即个问题，就是用好无来问问题。好，所以逐课都是差不多先做安尼。头前第1页就是先有一个对话，过来就是即个对话内底出现新的语词，啊，佮有甲即个对话有关系相关的语词。好，接落来是句型。像第1课句型就足简单的，就是是我是啥，你是啥，伊是啥，我叫啥，伊叫啥，后壁有亲像有安怎，佮有安怎。逐课后壁嘛有合音，像第1课的合音就是为迄个母音开始介绍，这对美国学生来讲应该是就简单学的，因为这5个其实伫英语内底都是拢有听起来就成的，应该是这5个，啊，这小可无，可能爱想者安尼，啊，佮有这课是咧教有送开的，甲无送开的注音安尼。好，逐课的后壁上尾，佮有一个单元，或者佮想要知，就是甲这课有关系。想要互学生知影的代志写伫咧遮，譬如讲即课在教阮，阮是安怎来的？其实就是要为我变做阮，就简单的，就是加一个 n， 你变做你，伊变做因，拢是加一个 n 就好啊。在第一台语内底，就是甲其他的语言比起来，都是真正简单足济。好这边就互因就是讲阮有3个人，因有3个人，领导有3个人，安尼，阮兜有3个人。好，你的笔甲领导有啥物无共？就是伫咧即课内底，迄个各想要知是会甲伊
加叠加啊，互老师有一个机会，使去介绍讲这两站，这两讲法有啥物无共安尼。好啊，这本册会使生出来，爱感谢足侪人，就是上重要都敏汉，因为这本册、这本课本，我写差不多可能有几啊个月，可能只要一档，写了就感觉啊，我无想要搁看到这本课本啊，啊是敏汉直直催杀讲啊，咱几月进前啊，就是做什么代志做了。爱甲伊去校对甲啥物程度安尼，这都是若无明显伫咧后壁直杀，就是即本课本可能到即马搁倒伫我诶迄个电脑内底。啊，嘛感谢迄个ending甲玉萍斗相共做迄个册皮。ending阮画迄张图，伊是ending是阮迄个读册会台湾册会，进前伊有参加台湾读册会，啊，毋过因为伊即马就是伊本来是台湾医生。啊，即摆来美国啊，伫咧受医生诶训练，所以最近嘛就无用诶。啊，毋过就是感谢伊，足好迄阵甲阮斗有诶册皮，啊，玉萍就是甲迄个册皮做一寡设计，就是甲迄张图做一寡设计，就变做咱即摆遮尔水诶迄个册皮安尼。啊嘛，感谢玉萍甲迄个苦瓜甲虾米，斗相共校对。啊，我这个顺序是即个就是。代志发生的顺序啦，毋是讲偌重要的顺序，安尼，都是感谢大家，因为若是无恁伫斗相共，这本册都是无法度出版的。好，啊，阮顺续讲一个，就是阮最近伫咧阮的社交媒体顶头，伫咧办的一个活动，叫做逐工写一句，这是迄个为着迄个世界母语日，阮伫咧办的一个活动，就是阮逐工。会经一个词，来互大家认识造句啊，这是头7天的迄个一寡词安尼，像各样懒散长蛋、年钱、调治、分枪、懒是一寡，就是以前有伫用，即马较少人伫用的词。想讲家己拣出来，大家会使认识一下，就是把即寡词各家己扣动来用啊。为2月初1开始到2月21，逐工拢会有一个词。你若是逐工拢有来造句啊，就是21个词拢有造句。阮就会送恁一组迄个台语鸟赖的大豆安尼。啊，2月25进前，家己写了都会使，就是你进前若是有漏交，无要紧，转去写安尼。若是逐句拢有写着，都会摕着迄个台语鸟的大豆。好，啊，我这边经一寡，我感觉足趣味的，逐工拢有人来写一寡，都超好笑的啊，是啥？我经一寡出来，互大家看一下。即工是一个写迄个长蛋微博写，伊讲查某人规暝查甫人规暝踮外口无转厝，因某坐伫客厅。长蛋要甲伊教死，这个柯敏足趣味的，因为伊其实未学过台文，伊袂晓。啊，毋过因为伊感觉这个活动足趣味的，所以就是伊是为着这个活动去download迄个拍字法，家己去现字典啥，就是逐工伊拢有写足认真的。伊本身嘛毋是迄个台语母语的人，因厝内是咧要台语的，就是伊写的就是迄寡句，可能有一寡无遐尼顺，毋过就是看得出来伊真正足认真。伊即边写讲，阮兜的囡仔放学，毋转厝，伫外口走，伊拢毋知阿母我伫厝内长等伊，佮准备了滴仔鸡、炒肉丝，互伊食。好，这个人写讲孙悟空，从李龙神。拍到半烧，山变做一土地公庙，目睭变做窗仔，喙变做大门，目变做年钱，尾溜变做鸡哥。李龙是远远啊看出来，嘛化身一粒大石头，迄间土地公庙的年钱甲跌落去，这就是第二个出来。伊大家拢写一寡，就是这种有诶无诶。
有一个主题是大家是就介意下一个主题，就是咱即摆的关于，这是伫迄个懒散迄讲，写懒散的迄讲，讲罢免书审查经验一笔一画，拢爱注意，毋通懒散写啊！预算独家乱糟糟，通人着知世界头。若被懒散食到到，决心要做中国教育。啊，佮有身为现代的台湾公民，咱有权利甲义务，将立法以懒散修法、懒散开会、懒散委员，拢甲罢免掉。安尼，啊，佮有一个是请的懒散的立法委员，凊彩，真正是歹心，好。啊，就是嘛有人，就是台语嘛会使用来讨论高深的学问，这边都是一个足好的例。您看问讲，太空有宇宙线中来地球伫15吉米度悬的所在，弄着空气的分子。啊，产生渺网，我过去查迄个渺网是啥，我毋知物件，即渺网极底尔，点仔久，因为即讲第一认识的事是点仔久就崩败去，化作一粒电子甲两粒neutrino 安尼。啊，就是照讲，无半粒通行到地面，半路就悄悄崩败，嘿。所以 W 针的中间100万粒渺网，落伫领导的厝顶，这是啥物缘故咧？这温度，温度其实今仔有来。阮着伊是一个物理学家，写漏长一大篇，但是我想安怎，我都卖念啊。阮着你较有要讲，我点名阮着伊其实无，阮着其实黑白话字嘛早半冬着无，应该是差不多半冬，就是我相信伊拍这篇应该嘛是有小可开一寡时间，过去查讲迄个什么牛网啊、微秒啊，啥这寡专门的名词，真正是足认真足够。好，就是线顶的活动讲了，就是阮的旧金山园区前，阮有伫办一寡实体的活动，都交互阮的前理事长韦伯。好，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韦伯，王韦伯。这边就是我来小介，就是就是暨南书院伫在地北加州这边有一个叫做青仔卡的台语聚会活动吼。就是对我来讲，这其实就是甲正明翰伫咧讲，就是爱安怎互台湾人觉醒，成做台湾人这过程当中哦，上介重要的一个就是一个组合吧，就是我感觉这嘛是就是真要紧的一个武器。就是我等下会使小可解说，就是安尼，我有一寡想法吼。头起先就是先讲，是安怎即号做青仔卡吼。就是咱若是讲台湾人吼，自早吼，就是讲着，大家来聚会就是大家招斗顶，来，可能开讲啊，还是画线啊，你可能第一项会想到的一个画面，定定就是，若是讲伫迄个
以早台湾人伫庄骹，若是有伫咧庄头啊，还是伫庙口啊，可能定定拢有看到，就是有足大丛的即个青仔嘛。啊，青仔的下骹就是大家可能会放迄个椅条啊来，就是到下晡的时阵，都会人来这边坐咧啊，就是啉茶啊、泡茶啊、行棋啊、画线啊，所以。就是对我来讲，对阮这边来讲，就是讲到台湾人爱聚会的时阵，讲台语的时阵，可能头一项会想到的，就是亲像即款的画面，就是青仔脚的画面。所以就是大家讨论了后，就感觉讲，青仔脚是一个袂歹的一个代表有代表性的一个词吼，就是会使做即个大家来讲台语做台湾人一个聚会一个好名呢，就是阮这金南书院青仔脚吼，有一寡特色吼，就是甲大家小可解说一下。第一项就是讲，这是一个实体的活动吼，这就是对阮来讲是有要紧吼。就是你若是想讲阮这边就是有一寡足侪人。可能阮这边有5个人嘛，就是希望讲以后会有越来越侪人会使来斗阵做事工，都足久啦啊！其实就是5个人当中，我家己我本人其实是做代志做上少的啦，那亲像明翰啊、玉金啊、Patty 啊、甲丁丁吼，因做足侪代志啊，而且吼，就是有足侪代志，亲像上课啊，还是就是有足侪。开会讨论代志吼，即马科技是足发达，足利便啊。啥物代志拢会使伫咧线顶有法度解决啊。若是要上课啊，你若是人伫咧台湾啊，还是伫咧北美洲、白洲啊，若是伫咧欧洲，拢共款。你若是有法度一台电脑，你就有法度伫线顶度参加足侪活动啊。若是要上课嘛是有法度。所以就是科技是要紧的，是真利便的一个工具安尼。毋过就是随便讲，就是线顶有足侪代志会使甲做了。讲到就是爱有一个要安讲社群，还是讲你若是有一个朋友的扩啊，爱自然的发展吼。阮这边是感觉讲，一定嘛是爱有一个实体活动的即个聚会导合，你才有法度就更较侪人来，大家斗阵，就是变做是，亲像人甲人见面了后，才会感觉讲，你甲我，真正是变做是朋友的迄个感觉。所以就是虽然讲，就是你实体的聚会都一定是发生伫咧在地，就是比较来讲是较细的一个范围，不过阮这边是感觉讲一定嘛是爱有办即款的活动，才有法度发展讲，就是大家变做是一个台语使用台语的一个社群安尼，所以就是一定是办实体的活动啊。阮即马是拢是逐个月就是办一摆啊，办一摆过来一项就是有一个主题就是。明翰嘛是大家来讲，就是啉食节，啉食节就是有啥物好啉的，大家就招来，大家啉饮料啊啥，有好食的，大家煮食，有啥物好佚佗的，我等下会使给大家分享，就是阮这边是做一寡有趣味的一寡活动安尼，就是甲即寡就是毋是讲是，可能嘛毋是讲。无定睛啦，就是毋过就是有趣味的一寡代志吼，都做变做是即青仔脚的一个主题。先要做遮，就是你才有法度成人嘛，阮咱这边有伫咧，就是参加这亲像这文化论坛一寡朋友啊、友志啊，其实拢是已经是较清的，就是咱知影讲爱做一寡事工，才有法度有发展，才有法度甲即个台语的。使用甲文化传出去，不过就是有足侪人可能袂较清，你毋知影讲啥物好做，怎做一个台湾人，所以你头起身的时阵，你可能就是爱有
就是招大家来做一寡有趣味的代志，啉食吃安尼，啊，都甲人声过来，你才有法度讲哦，甲阮这边的理念搁较传出去，吼、所以就是阮就是有要伊讲，就是爱特别就是做一寡是有趣味的代志，来互人较有意愿讲会来参加这寡活动。啊，第三项就是这一定是爱全台语的一个导向，就是你来参加青仔卡，你若是知影讲这是一个天南水办的举办的一个活动吼，逐个月来，就是一定是爱有一个规矩，就是讲你来就是一定爱使用台语安尼，你讲话就是爱讲台语，写字就是爱写台文。啊，这就是阮这边嘛是真认真伫就是做这件代志，大家来吼，唔管是讲就是食物啊，还是啉饮料啊，还是做一寡趣味的代志啊，所有的活动一定都是全台语来伫进行安尼。好，这边吼都是就是互大家应一下吼。阮是为去年的8月的时阵头一届举办这青仔卡的活动，啊，到今可能已经7摆8摆啊。你若是歹势这可能无讲看甲真明吼，就是有一寡活动9月的时阵，阮这边是招大家来烘肉哦，因为秋天的时阵的天气好嘛，就是烘肉大家斗闹热安尼。啊，过来就是有一个找宝的活动，就是去公园内底吼，有一个伫美国这边有一个活动叫做geocaching 哦，就是也是先去线顶哦，就是当落有一寡就是讲你去什么所在就是对迄个一条讲哦，你先行去这边啊，搁行去迄边，你上尾就会使找到什么宝安尼，就是去迄个公园内底，就是做这个活动。啊，过来就是11月就是去食仙草，就是台湾传统的食物吼，招大家来斗阵去食仙草的卫生安尼。啊，12月就是年尾啊，就是举办一个买价的活动，就是有挂包啊，有润饼啊，等等吼，就是有一寡就是准备传这台湾传统的食物。啊，过来就是有这算倒椅啊，就是大家来啊，就是可能无共的人早无共的倒椅来这边啊，大家都斗阵合适，讲这规矩是啥斗阵算安尼。啊，当然另外一项就是大家拢上爱的，就是去卡拉 OK 唱台语歌，吼，就是举办一寡的活动吼，就是爱互大家来耍，来有趣味是一项，毋过就是传递一个概念，就是讲台语是生活的，就是你伫生活当中吼，毋管是做啥物代志，你拢会使使用台语安尼，吼，所以就是阮这边伫咧举办即寡活动的时阵，就是有特别要义一项代志，就是讲大概尽量吼，就是举办无共的活动，啊，无共的活动，就是你来吼，你做即项代志，做即项活动的时阵吼，你就因为是全台语的环境，你就会就是要安讲，就是吹杀，互大家鼓舞大家讲，哦，你来，你就是爱开始思考讲，我若是想要做即件代志，啊，讲即件代志的时阵吼，要安怎甲伊互使用台语来甲伊明白讲详细，讲清楚安尼。所以就是你生活当中做啥物代志的时阵，你要安怎甲台语甲伊讲好势，就是大家有一个机会会使练习安尼。因为一项就是专业的台语，就是讲你来可能讨论代志的时阵吼，你一定是会讲到讲哦，可能家己的专业哦，因为可能伫美洲这边大家来移民哦，足侪人拢是台人有台个家己的专业嘛哦，可能有一寡人是
工程师啊，有一寡人是医生啊，有一寡人是律师啊，等等吼，心理师嘛有啊，就是你来大家做伙讲话的时阵，可能都有个加较侪机会会使讲到家己的专业是啥，所以就是创造一个环境，互大家来使用这个语言，而且同一时间都变做是大家开始渐渐豆啊，就理解讲，其实台语这个语言毋是亲像中华民国教咱的安尼，就是讲台语你伫厝内讲就好啊，嘛是就是讲台语吼，都是啥物罗马才会讲的语言啊，基路的语言等等的，毋是安尼吼。啊，就是将基尾迄上重要的、上要紧的一个目标，就是讲到尾啊，大家都会理解讲台语是会使使用来讲万项事、万项物安尼，吼。另外一项就是可能过去半冬的时阵，阮这边是有想法，毋过可能较无法度实践的，就是就是爱鼓舞来参加的人吼，就是你若是来就是开讲话先尔吼，你可能就是来的时阵吼，渐渐若是有朋友有想法。是有想要表现的，就是鼓励大家讲，你们若是来开讲尔，你就是来，而且就是爱来吼，就是爱准备讲上台来演讲安尼。嘛，唔免讲，就是足长的时间啦，就是可能3分钟、5分钟都好，就是来吼，你可能来进前你小可准备一下，小可研究一下，就是看你是想要演讲什么主题。可能就是有一寡人可能就是讲，我家己是个专业是啥，我想要小解这个专业，互大家知影，而且都是使用台语来分享安尼。安尼就是若是有安尼准备来演讲吼，尾啊大家都知影讲，其实台语毋若是生活的语言，啊毋是会使讲专业。而且是一个会使伫个正式甲公开的场合会使使用一个语言，所以就是希望讲就是阮这边3月的时阵，就是想要举办一个迄个228纪念会，叫大家来食迄个周喜麦的一个活动。可能到迄个时阵，可能都若是有法度，都安排讲看敢有1、2个人。愿意讲来上台演讲安尼，好就是这边我想要讲的，就是讲到拄则迄明翰，就是有讲到的一项，就是讲就是要加做台湾人有一个较深的过程。你是要有啥物法度会使互迄个过程？搁较紧会使发生，就是你爱创造一个环境吼，甲迄个未觉醒的人，放去迄个环境内底，4、5位拢是已经觉醒的台湾人。我感觉就是青仔卡，就是亲像即款的一个所在吼。你甲人招来，可能头起先你是啉食子，大家感觉好耍，都会来。毋过你来了后，可能就是身躯边拢是讲台语的人，而且拢是使用台语会使讲万项物的人。透过这个导航啊，这个过程吼，到尾啊，就是你就有法度甲迄个人甲醒变做真做台湾人的过程嘅加速，就是而且就是迄是一个真有路用的一个导航，会使甲阮这边今南顺的一寡理念吼。一寡即马伫咧做一寡事工会晓传出去。到尾啊，就是希望讲有法度，就是变做是一个过程，就是讲愈来愈侪的人会认同阮这边伫咧做的事工，阮这边伫咧推晒一个理念，都变做是愈来愈侪人想要来参与这做事工的这个过程。阮其实即马已经有观察到，就是有一寡朋友吼，
已经开始有发生这个过程啊，亲像一开始就是敢若是来，敢若好耍都来这青雅卡参加咱的阮这边的活动，都过来就是可能讲哦，看恁拢会晓写台文哦，真正是袂歹，都会来参加咱这边的课程，都会学台文，学了台文会晓读，都会使来参加阮这边的这读册会，渐渐。变做就可能有一两个人，希望讲，有搁较济啊，未来有搁较济，就变做是有使招来搁大家斗阵来做一寡事工，因为有向济代志需要人来做嘛，对吧？所以我感觉就是青雅卡对阮协会来讲是几乎路用的一个武器的一个导向。结束进程吼，就是这边有一个。影片的分享哦，这是10月的时阵，阮这边有叫大家去找报嘛。找报了后，就是就是大家都1点啊，都坐伫迄个咖啡厅迄边，都啉咖啡。就是有一个，就是定吼，就是找，就是阮属于伫线顶有一个网站嘛，就是内底有一寡白话字写的物件，伊就是电互大家看，就是这边你会看到的，其实来参加的朋友吼，就是拢是无基础的，伊完全是袂晓白话字。不过你著看吼，这应效是有偌大安尼吼。这什么？用安那？还是无，因为我小可讲一个，就是。伊读这个文章进前，我有小可开始点时间，可能10分钟啊啥，有小可家己解说一下迄个白话字的概念是安，就是什么字母是安怎读啊啥，就是迄10分钟尔，伊会使安尼读出来。嘿，好，来。这什么？用无啊？两半。两半哦，两半就是迄种，迄个啥？是，毋是两半 whisk 嘿，两就是两半嘿，半，嘿。这无听过，嘿。两半啊，挂好，挂好。滑，嘿，滑。哦，挂好滑。嘿，挂好滑，嘿。下伫多顶，TH 哦。拖。这不是两千嘛？两半都是 whisk。两半是迄工具啊。嘿，对，迄物件，嘿。这都是拖啊，顶，下伫拖顶，下伫拖顶啥意思？下啊，恁兜毋是讲下吼，有人讲迄是宜兰的哦。毋知呢，阮兜是讲下呢。对。你想坑啊？就是坑在拖顶。对啊，就是。啊，毋过毋是下有落去的感觉。坑有时阵就是安尼坑啊，毋过坑的才安尼坑袂讲下。下是安尼。就是下是。物件下去鼎内底像迄种诶，下啦，下伫桌仔顶，安尼就是简单够好食诶。难熬。这是桌啊？桌啊。桌啊。甲夯。拖啊夯就是夯桌啊。对，因为台语就是迄个。要煎嘛。对。哦，有够，对，嘿，对。对啊，蚵仔煎啊，米粉炒啊，润饼糕啊，就迄种。我有写一个文章是讲这呢。歹势，嘿，就是像安尼啦，嘿。就是这是就是一个例啊，青雅卡的活动哦，就是有法度加一寡理念加台语有字的概念哦，都传出去安尼。歹势，好，最后就是上尾一张哦，就是
上尾就是想要做一个邀请，就是讲，我感觉会来文化论坛这边的人，其实拢是有较醒，而且已经有做侪事工的人，亲像青阿卡这款的活动哦，可能伫恁的身躯边，已经早都已经伫咧发生啊。不过这就是一个邀请，就是讲大家拢会使想讲要安怎做一个，就是你家己在地的青阿卡的活动，无需要叫号这个名，不过就是同款的概念，就是一方面就是大家做足侪事工，做这个台语文的运动，不过同时间可能就是爱想讲要安怎甲一寡理念吼，传出去，就搁较侪人变做是尾啊，都会使嘛是一个较醒的台湾人安尼。好，多谢。嘿，这上尾就是一个做结论的时间吼，都好丁做一个结论。后一张。哦，是，毋是，是，哦对，嘿，所以邀请大家，就是来参加，来斗阵参加阮线顶的，你若是人伫咧湾区这边，嘛会使来参加阮就是实体的活动安尼。这边有一寡网链，就是阮的像迄个 Linktree 这边是，你到迄个 Linktree 迄边，就会使看到阮所有的，就是甲阮有关系的网站，都是包括就是还是即摆是伫咧控制吼，对，就是阮的网站，搁有阮名册，搁有阮 Instagram， 搁有阮迄个 Threads，即寡连接伫迄个 Linktree 迄边拢连会着安尼。你若是扫边仔即个 QR code， 就会使直接连去迄个 Linktree 安尼。好，后一张。搁有阮迄个青阿卡的活动，报名的连接，嘛会使为迄个 Linktree 迄边找着安尼。过来就是迄个看阮真辛苦，做遐侪代志，嘛是需要大家的支持。这就是若是你有迄个兴趣，甲阮支持，毋管是迄个寄支票过来，还是讲买这哦，还是 PayPal， 还是 Venmo， 阮拢有收安尼。当然就是较希望用迄个这啦，因为这就是伊无收迄个手续费安尼。若是要买阮的课本，扫边仔即个 QR code， 就是嘛会使直接连去迄个 Amazon 迄边买安尼。好，今仔日就多谢大家。好，你迄会使切掉啊。好，有问题就对啊，敢有啥物问题？拄则看有人举手呢，举手是。举手了走去就亲着啊！天天，我一方，天天，我有一个问题吼，你敢有像你，因为头仔你有讲着讲，就是计教台语啊吼，其实敢有法度，就是讲会当有一个像即马安尼线顶的讨论，会使邀请逐位计教台语的老师，然后大家讲看大家即马是用啥物教材还是讲有啥物教台语的一寡。拄着的问题，会当大家分享，大家看有啥物代志，有啥物方法会当解决安尼。我感觉这是一个，因为基本上像即马我所知影的，就是教大人的台语，就是恁线顶去做，毋过就是目前较济，较若实体去做，拢是教囡仔较济嘛。逐位的囡仔的状况无相共。我嘛需要当然程度嘛有差，就是讲看伫教的过程当中吼，而且即摆咱咧讲咧教材拢无足歹找着，哈，即摆就是无一个讲足好使用。我会当安尼讲，因为我家己以前台湾做老师诶，所以我对迄种教材吼好使用无，还是讲迄教材的安排吼，我这方面较 sensitive， 就是讲，毋过就是会当大家来分享讲吼，大家伫网络顶悬会找着啥物的资源当较好用着伫遮教
伫教囡仔即件代台语课顶悬，我感觉讲吼，你若有法度会当有即种线顶的交流嘛，真好安尼。好，所以意思是爱阮来办教师研习。嘿，是的。啊，你去甲迄个啥？啊，文教中心讲。文教中心要讲安怎好？你讲来，你互你下完即个，我来甲教。去台湾村来办教师研习对吧？叫，我讲不是文化中心，你要因的场所上。毋是啊，我讲因逐当拢有想要办教师研习，啊，毋过因拢对台湾请人来。哦，我甲你讲，伊迄毋是，我甲你讲，因的教师的研习，迄拢是迄个北加州的中文学校联合会。啊，毋是有台语教师研习，有当时会办。我进前是有办过迄线顶的，甲全美国人。我来会使，我会当来谈问看卖啊。啊，然后因为吼，你知影即摆吼，因的有选去互立法院吼，迄个当迄个。prison 伫遐啊，毋知有钱通用这无？要紧，我来甲主任讲，好，无问题。对喎，阮会当做啊，阮专业的啊。因为即摆就是，因为即摆我是知影讲中文学校研习即部分，因是吼，拢是迄个北加州的中文学校联合会给处理啦。好，就是因来啊，文教中心因就是出一个主任红仔头翕相啊，然后上报纸啊。个安尼尔，因就是出场所啦，嘿，我是知影是安尼啦。啊，毋过你若讲你嘛知影讲伊进前有捌做过，我会当来问看卖啊。嘿，好。佮有其他人有问题无？你看我属于就是有代志就会去做，就你报一项，阮就去做。毋听研习要当收钱啊？系啊，系啊，研习要收钱。我只讲真正啊，啊，你个研习要当收钱。大家拢听甲困起来哦。也是讲无一定爱有问题，因为咱拄则其实有讲真侪代志，敢有人想要分享，就是嘿，对，听了有啥物想法？我来发表一个感想。我感觉顶拄仔咧分享迄个教材吼，我感觉迄个编较足好啊，有迄个教学的迄个概念，虽然简单咧上啊，差不多会当学几字吼，伊拢有去调查，所以我是真好奇讲，定你即种教材编写吼，你较早你敢有啥物款的训练安尼？对无，所以写甲足忝诶。啊，毋过就是因为我其实就是阮迄阵拍算要搬来美国进行。我有去，我迄阵想讲，就是若是有用，无一定会使去，就是教。迄阵是想讲，因为我毋知影倒位会使有迄个台语，就是教师的训练，所以我迄阵去报华语的，就是对外华语，就是教师的训练安尼。对，我毋过就是，所以就是伫迄个课程内底，其实有讲着一寡，有一个老师有分享讲，就是伊伫咧编迄个课本的时阵，就是爱想着啥物代志，爱注意啥物代志，爱安怎做安尼。所以就是，我迄阵迄个训练。去做了后，我其实无去教华语，因为就是我实在是对教华语无啥物兴趣，就是感觉讲伊是民者的迄个语言，那我无想要搁去招搁较侪人来学即个语言安尼，所以我迄阵一直无去教迄个中文安尼。后来是知影讲迄个台湾学馆这边就是。有伫咧开迄台语课，所以就讲，我想要教台语安尼。
去倒来这边教，这就是迄阵为迄边学着迄件代志，所以我第一篇课本的时阵，就是有小可想讲要安怎做啦安尼。对，安多就是嘿，所以就是人甲我的经验，就是甲大家讲啊，大家就是，若是有人以后嘛是编课本，大家会使互相来交流一下安尼。搁一项就是，若是恁知影倒位有伫教台语的，甲因小解阮的课本。我是感觉讲，伫美国目金啦吼，无平均搁较好的课本。咱的台语课本吼，足侪拢是差不多初级了，就中级，就较少，高级就搁无去啊。所以是我鼓励讲，恁爱继续哈，你初级的了，你爱搁有看会当分做12级无吼？介绍讲一直去，所以你即摆这是敢若第一级，第一级尔嘛，吼，初级的尔，看会当讲继续有搁去无？搁去可能搁会当搁教一寡。课外读本啊，读一寡较简单的这个文学嘛是会使啊，吼，到较高级的时阵，才有文学啊，吼。这件代志，明翰已经有伫下一支第二支，伫甲阮说啦，讲紧做。你无简单啊，恁即摆差不多平均到40。出岁啊，40岁啊遐啦吼，30几40迄个搭。无啦，我50啦。你50啊？差不多。玉琴应该是上少年的。玉琴上少年嘿。丁迄个时阵，伊来台湾学校先来你是来台湾学校学8月2嘛？学煞后。有迄阵无。我甲你讲，我去台湾学校，就是进前，就是我已经30多冬，无讲台语啊。所以迄阵我是感觉讲我无法度，所以我迄阵去台湾学校，就是你讲你头拄有讲着嘛，就是有一年，就是算迄个pandemic的时阵，就是一大堆人报名迄摆，就是30几个报名，毋过就是去报名，就是你讲分3组嘛，因为就发现讲，其实就是大家人程度差着济，就迄阵就发现讲，其实我就是我甲迄种真正完全袂晓台语的人比起来，就是真正敢若毋免为真正足初级的开始上啊，就都去上。迄个明翰捌2班啊，就开始捌2班了后，就甲台语扣倒来啊。对我甲伊叫来教囡仔的台语，所以又来台湾学校教囡仔的台语。实体甲线顶，一开始线顶因为迄时阵有疫情的关系，过来实体嘛有教过，过来搁甲伊拖来挂囡仔教煞，搁甲伊招来教大人的线顶的。迄阵是因为等你是要转去台湾，对啊，我就讲我要教。对，所以我就是安尼慢慢好，经验安尼来慢慢叫啥累积起来。有人问讲，因的名是毋是叫做 Mose Academy 对吧？因为迄个林某生伊伫咧美国哥伦比亚读册的时阵，伊用的名是 Mose Lin。所以 Mose 就是伊英语名啊，阮经南就是林某生，所以阮英语名就是 Mose。而且其实迄个 Mose 应该就是日本话的发音嘛。林嘛是，迄是前阵兄问的，前阵兄是细汉时先读白话字，才来学中国话的，就是即马罕得找着的嘿，咱台湾的宝，是。Dennis 嘛是安尼嘛，对。我感觉恁即个组织吼是足超精神的吼，足好的啦吼。有关迄个像台湾派来遐个教师吼，我是有一种感觉啦。我介绍根据我的观察伫洛杉矶吼，
因咧派老师来，拢是他侨委会咧派，啊，侨委会差不多咧请因的条啊卡啦，啊，所以讲因咧派来老师，伊无去照顾着侨社的方便，是照顾着讲因是要派什么款人来，啊，会产生什么款问题呢？因逐边派来老师拢无共人，啊，用无共系统，啊，讲无共物件，啊，迄边啊，迄无效啦，就是讲。差不多因咧训练教师训练班吼，我看这改正嘛办1、20档啊，啊，毋过照我所了解是无训练半个出来，啊，所以恁这是超紧的吼，我想是效率应该是会比台湾派的搁较好啦。啊，若真正讲台湾的这文教中心啥物物件吼，应该甲这资源放伫这自发性的草根组织吼，安尼会效果会比讲。因了较侪钱，啊，佮坐飞机来到美国，啊，佮无了解侨社的需要，啊，逐边派的老师佮无用无共系统，吼，啊，咱即摆这课本遮好啊，啊，无要用，吼，啊，像讲来伫即本进前来迄个陈明雄敢若带迄学的编的迄本迄个来学台语吼，我摕来互大家看者，我甲认为遮，啊，即本嘛真好用啊。啊！这边佫伊内底佫用看甲会着，看甲会着。可能啊，你的 virtual background 关起来无？有啊，是。我先甲关起来，来。哦，较歹对。行。安尼有啊，小看有。即嘛有。啊，伊这是内底用，伊佫用英语佫介绍台谈白话字做伙嘛。歹势吼，我这旧诶，我有一个建议，闽南书院诶 website， 吼，因为即摆拢是用白话字写对毋对？完全。啊，毋过我是感觉讲，恁敢有可能吼，用这英语和白话字两种语言，因为恁若讲吼，袂晓看白话字诶人，啊，佮袂晓台语诶人。你就是我是讲普通时啊吼，无讲台语迄认得啊，你念袂出来毋当记，你根本毋知伊讲啥。啊，你若讲有英语双语伫遐，啊，是毋是会当吼有想要认捌，啊，毋过嘛要想讲要知影讲恁伫创啥，上少会当有一寡 get some information from the website， 毋是讲你有英语版诶，有英语版诶。大家英语呢？大家拢哦 ，OK， 顶管有一个大家英哦，顶管有一个，好 ，OK， 英起来就变做英语啊。好，因为我看，啊，拢规头到尾拢白话字 ，OK， 嘿，好。我感觉其实这是真好诶问题，因为阮有设计英语版，但是我感觉可能有一半以上诶人有通看，你去看啊，袂去注意到讲顶头会使换。嘿是。因为一看个底下看敢有人会看，对。哦，对吼，因为吼，有一寡是大概英可能伊无。是啊，啊，佮一寡比那个about us 那个吼，其实你若讲会当伫一个共一面顶悬吼，顶悬写白话字，下骹写英语，啊，佮互上少会当互人较紧个看着，啊，也是讲加一个 link 会当互去看英语的迄落，系啊。就是讲，互看诶人较利便啦。我只是安尼想。其实吼，即马白话字翻英文吼，足准诶啊。尤其你若用迄个 Gemini 迄个 Google 迄吼，啊，你白话字写互准，啊，家 copy and paste，翻出来，我想97%-8%以上诶准确。啊，英文要翻做白话字嘛会当，但是可能准确性无较尔悬，这慢慢会克服啦。啊，即马上好诶，我感觉是爱用 Google， 比迄个 Facebook 佫加足好。假设讲咧白话字。台湾有朋友是讲像写台文诶话，爱用迄个ChatGPT， 用 ChatGPT 比用 Google， 讲迄间 Google 找无，啊用 ChatGPT 找有。有可能，我无去ChatGPT 哈。我之前是有看到有人讲用那个
Gemini 啊，是啥？敢若是上准诶。我对啦，有这个印象。OK，你若 Facebook 吼，你去 follow 迄个叫做刚 AI 啦，KANGAI 吼，啊，伊迄足专业诶，迄毋知可能是一组诶人咧写吼。啊，因迄个技术啊、台文啊，个台湾意识诶概念拢足好。你先拿举手哦，论老公，大家好，我头一摆来啊，我感觉讲一下感觉的啦，我感觉恁即个聚会，迄个水准介悬嘛，就是大家袂烧抢讲话啦，大家拢是有受过教育人、读册人安尼啊，感觉袂歹啦，台语吹哨吼，需要大家拍拼，感觉有大家吼觉醒台湾人，即种感觉真好啦。我是希望讲大家做伙拍拼吼，甲台语传出去啦。因为即马讲实在，少年辈吼，个囡仔人吼，伫台湾来讲，使用的人愈来愈少，感觉做害的啦，所以大家爱搁加较拍拼的啦。安尼，我感觉即个聚会，我感觉真好啦，就是大家人做伙开讲安尼讲一寡家己的理念家己的传台语的方式安尼啦。迄种个威逼我伫册顶馆，咱是册友啊。哦，是吼，咱是册友，对。你好，可能你也找一个啦。好，对。我感觉。我看到恁家有囡仔。无毋对啊，无毋对啊。恁家的囡仔，敢是讲台语的？无毋对啊，拍一下招呼的。说好，你好，平安。讲一个啊，你好。我在喝水诶，过不来诶。对啊，拍一下招呼的。你好，紧诶。歹势，妹妹，你看电视？弟弟上介意食啥物件？你介意食啥？巧克力。巧克力豆。妹妹上介意食啥？迄个哦，讲迄个囡仔，你介意食啥？当然介意食糖啊！我食糖啊！囡仔吼，讲实在，咱吼一直要甲牵架讲台语吼，毋过因伫遐吼拢讲华语啦。你像甲无熟悉的人，因开喙嘛是拢惯势讲华语啊。应该是讲台语科啊，因同年龄的人内底使用台语的伤少啊啦，所以无迄个环境啦，无迄个气氛讲台语啊。目前台湾的情形是安尼啦，嘿啊，我分享安尼，多谢大家。歹势，你敢是杨先生吼？无毋对，说杨啊吼。梁公兄你好。你住伫对一个城市，敢袂当大家介绍一下？你啦，台南吗？你台南人哦。对，无毋对。你遐有囡仔团队无？囡仔有迄个生态蒋伟文教授甲陈金华老师有创一个迄个树仔脚
迄个像大树骹囡仔股啦。啊，你有我迄搭吼，因为我就是要报你知影即阵。是啦，是。啊，台南的迄个赖群组就是天母无着三百戏嘛，啊，搁有迄种迄个教会公报社，因嘛是礼拜六透早拢会讲囡仔股。安尼，啊，迄个碧东牧师吼，较早嘛是伫因下面看守，有伫公报社遐咧讲囡仔股嘛吼。啊，即摆每礼拜六，就是讲咱即个时间啊，每礼拜台湾11点吼，啊，伊有来主持一个即个白话字圣经读册会啦。所以你若有趣味吼，会当入来安尼，啊，共即个平台啦，嘿。所以是礼拜六透早11点。嘿，对。啊，伊是线顶的嘛吼。伊透早9点半，9点半到10点半。啊，咱即个论坛是11点开始。哦，了解。啊，伊的方式就是讲鼓励大家写一篇，啊，大家会甲你校对，啊，校对了来读安尼。所以毋是咧读圣经哦，是咧读大家写的文章。是大家写的，就是讲你按圣经内底几节啊物件，啊，你来写安尼。啊，主要是好处是讲有人做伙来校对安尼啦。哇！今仔日真欢喜，看到恁遮就想着我迄阵啊，大开始咧成立迄个台文习作会迄阵啊。阮迄阵啊好处是安那呢？阮普遍迄阵啊讲台语的人还佫较济啦，啊，毋过恁即摆好处就是讲，哦，恁即摆有科技啊，啊，即摆佫有 AI， 所以是应该是差不多啦。我迄阵阮普遍阮的台语程度较好啦，啊，毋过恁即摆有遮科技会当看甲足远啦。感谢梁光晓，互阮有即个机会来遮，甲大家分享。啊，怎啊互我感觉少年起来？早我嘛拢有参加迄个生活座谈会嘛，阮遮即个生活座谈50几档啊呢，即摆还佫继续咧存在呢。啊，因为采用迄个 Toastmaster 迄种方法，我感觉足好啦。就是讲吼，伊训练开会迄个 Robert's Rule， 毋是干那讲训练讲迄个演讲吼，佮训练开会规则吼。啊，大家尽量穿啊足正式，那去正讲咧开会迄种诶感觉。就有评论有啥物款，所以你看像恁嘛是差不多啦吼。嗰恁家姐应该嘛有新的节目。头前无听到。歹势。你讲我有啥？好。歹势，梁光小姐你头拄讲诶，头前我无听到，是倒一个组织，伊有伫咧亲像迄个 Toastmaster。阮遮有一个就是离南加州遮有7、8个生活座谈会啦。每一区有一个生活座谈会，啊，阮是住伫南湾嘛，啊，即区已经50几档都有啊，嘿，啊无停哦，继续哦，啊，佮主要我有参加教会，啊，所以就是讲台语的环境有较好啦，嘿。安那，是要到遮，还是佮大家有要佮继续讨论？安尼，我来给咱即场想买，好无？来，就是因为拄则梁光兄有讲，拄好想到早前台文习作会的时阵，迄个头几生的迄个理念，啊，我就想到我正前捌做台文通信的一个小界。嘿，就有甲台文习作会，这是伫迄个台文通信头一期所写的，
啊，我即马安尼 present 大家敢看会着？好，看卖 present 好，直接安尼看就好。嘿，对。啊，其实金南书院嘛是即个坚持哈啊，这是1991年的时阵，1991年7月台文协作会所讲的话啊，其实嘛是即马金南书院要来做即件代志，想要甲大家讲的，哈，就是迄阵梁光兄讲，阮就安尼来开始，阮啥物拢无，阮所有的只是一粒疼台湾的心，甲一个毋肯放弃的信念。今日若将这来放，是永远无希望。所以大家同齐继续拍拼。多谢，多谢。你来。啊，你也足晏吼，你要12点外，伊要12点啊，要报名。我才点外呢。12点外吼。要紧到我这边，我即摆人去东华，即摆半暝啊。安尼无就是录影，先甲关起来好，安看大家敢有就咧交流安尼，嘿。妹妹。Hello。